好的，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静闻角落。造成惨重伤亡的新疆流血事件，在中共当局的操纵和镇压之下，已经引发了中国大陆空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同时触发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外界舆论认为呢，在胡锦涛11大阅兵以及中共18大之前，新疆事件的扩大给上海帮江泽民派系制造了反扑的良机。下面静闻角落一起来看看。中断出访提前回国的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刚刚在7月8号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维护新疆稳定后不久，官方新华社出人意料的首次公布，2名维族人13号被警察开枪打死。负责中央宣传和政法系统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周永康都是江泽民派系人马。新华社13号的报道被外界解读为是对胡锦涛维持稳定的挑战。同时，周永康坐镇乌鲁木齐，一手操控新疆局势。目前，乌鲁木齐当地的军警十分复杂，有胡锦涛的中央人马，也有周永康的江派人马。乌鲁木齐原本就是一座兵城，新疆军区大院就在乌鲁木齐，周围驻有空军第9军、摩托化步兵第11师、炮兵第2旅等等。现在又从兰州军区调来军队，还有来自北京、东北的特警、武警部队。表面是维持当地社会秩序，实际上是2个中央的一次权力较量。前一段时期，大陆连续爆发多起大规模群体抗暴事件，尤其是登玉礁刺死营官、湖北石首7万民众抗暴等等，给江派把持的政法委系统造成很大压力。党内和民间要求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下台的呼声高涨。与此同时，胡锦涛掌控的中纪委追查公安部前部长助理郑少东案件，江泽民亲信黄立满提拔的深圳市长许宗衡案件等，矛头直指周永康及其江泽民派系人马。更让上海帮不安的是，今年是中共建政60周年，胡锦涛10月1号将检阅海陆空3军，效仿邓小平、江泽民的阅兵，为中共18大的党政军人士安排树立权威。在此状况下，发生了广东韶关血案。6月26号凌晨，韶关市港资序号玩具厂数百汉族员工持械闯入维族员工宿舍群殴，造成至少2名维族工人死亡，118人受伤。新华网6月28号报道说，引发韶关血案的谣言散布者已被警方抓获。人权活动家魏京生指出，越来越多境外媒体的报道证实，韶关的冲突不是人民之间的直接冲突，而是受到引导甚至是有意制造的冲突。据 BBC 6月27号在韶关民族械斗100人死伤惊动政治局的报道中透露，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及其亲信公安部长孟建柱亲自插手该事件，分别作出批示处理。7月5号下午，约300维族学生和民众开始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静坐抗议，悼念韶关维族死难者，要求当局查明真相。之后引发上万维族民众上街抗议。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下令武警部队镇压。魏京生说，为什么事发4、5个小时后才有武警干预？为什么事先拒绝外地武警调入乌鲁木齐？这恰好说明了谁是黑手。外界分析认为，中央处理新疆事件的最高领导人应该是周永康，如果没有得到中央高层的首肯，新疆当局不敢擅自动用武力开枪镇压。政治评论家林宝华指出，新疆事件根本是一场阴谋。他说，他故意这样的不处理韶关的事情，就知道你在那边你要出来讲话，然后武警什么其实都准备好了，所以你出来正好是我巴不得你出来，我好好的杀你一顿。统治新疆18年的王乐泉在此事件策动和镇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受江泽民提拔为政治局委员，曾被周永康安排为公安部长的接班梯队。王乐泉原为山东官员，后在新疆卖官鬻爵，拥有很多经他扶植的大企业股份，贪污受贿数以亿计，在当地民愤极大。乌鲁木齐民众说，王乐泉这个人在新疆是呼风唤雨，一手遮天，他是18处，他是土皇帝，特别厉害，是中国第1大贪。新疆很多大型的建筑啊，什么东西都是山东人垄断了，就他家的亲戚。有个批发市场和华林市场都是他的股份。你见过批发市场建在市中心的吗？每年可以挣20多个亿。被称为新疆王的王乐泉为谋取政治利益，曾多次涉嫌制造恐怖事件，在这次流血事件中更被民众指为幕后黑手。乌鲁木齐民众说，
人家始终认为这次这个事件十有八九和王乐轩有关系。王乐轩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跟那个恐怖分子有密切的联系，看自己的位置受到威胁，他就指示那些人。共产党这个制度把人都养的是残暴了。以前中基准备去查他，王乐轩在新疆制造了一起爆炸案，死了70多个人，伤了300多个人。人权活动家魏京生指出，没有官方的配合放纵，几件刑事案子不可能发展到几千人参加的暴动。把韶关事件联系起来看，乌鲁木齐事件更像是政府策划的行动了。